会讲愈简化呢，人啊转去遐，只会讲比一般的这个社会就对啦。你出殡的时是办到足乌鲁木齐，愈来愈变。伫台北吼，已经有70%就做零天厝啦。零天厝恁听有无？就是讲无租厅，第一无钱好租厅，第二无车好互你租。尤其咱若是去庄卡，以咱台南来讲，台南除了有女的以外，还有咱台南的这个出入殡仪馆，迄厅拢足济。但是咧，伫台北嘅厅无啊。所以高雄已经有这个现象啊。殡仪馆的边啊，有足济私人殡仪馆，因为啊，这边有商机，但是咧，还是没办法满足。上名的原因是钱的问题，所以足济，你嘛几个人等你咧，兼着你讲爸爸讲爸爸，我后去拿房贷，拿房贷拿我袂了，所以我一切就甲你简单，你要原谅我，你要祝福我安尼，安尼，甚至即摆殡仪馆拢租小儿女，租小儿女你听有无？你毋是，若是例如都市的殡仪馆，你拜一到拜五去，无啥人，因为呢，正爱上班，是爱上班，所以家己你是讲爸，我逐工爱上班我有安排咧你公司会甲你通饭你就家己食我要来上班安尼尔，无啊。听到拜六礼拜，星期三就要过意不去，所以拜六礼拜整个殡仪馆跟台中得了，台中以前没有这么严重。今摆已经嘛拢安尼啊，拜六礼拜滴周一到周五拜一到拜五无啥人，除了少数的人还有遐少年，其他无人会去啊，所以这是上大的问题。所以讲咱人死了有尊严这上重要的问题诚实拢是安尼。所以咱从政，咱的王领导呢，咱黄祖苗呢，伊就足重视的，所以伊就用阮伫两会王篇内底所讲的养生上苦无憾，王道之始也。就是讲咱做一个带头的人，爱甲咱的德亲安顿的好势，所以希望伊活咧养生嘛，活咧身体的健康。上苦就是死了后咧，有一个真好的作用。所以咱是有德亲的场，只要是大场小场，无论你大德亲小德亲，有钱无钱，咱拢甲照办。咱旧年就办了2件，迄落。